苗圃八福第8課，凡事富足，樂奉獻，除貧窮，富足蒙福。第5天，馬拉基書3章10節，萬軍之耶和華說：你們要將當納的1/10全然送入倉庫，使我家有糧，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，傾福與你們，甚至無處可容。馬拉基書3章10節，萬軍之耶和華說：你們要將當納的1/10全然送入倉庫，使我家有糧，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，傾福與你們，甚至無處可容。親愛的主耶穌，謝你從馬拉基書教導我們，求你使我有賺錢的能力，我願意把我所當納的1/10全然奉獻在我屬靈的家。我相信你必然為我打開傾福的天窗，使我祝福滿滿，超過我所想所求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神的應許永不落空。我所奉獻擺上的1/10，神必保守我的9/10。我投資在天國，必定有穩定豐足的高回報。神必大大傾福給我一家。阿們。